乡路一阵西北雨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雨，毋知这阵伊在倒。人海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对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阮认同的我可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好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看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看路。哇！哦，师傅啊，哦，你实在有影有够厉害呢。师傅厉害有啥物路用啊？出家人这两个戆道底，当面安尼甲我吓死吓死！我即摆搁甲恁讲哦，金毛老喙我已经甲变大，恁若是搁无法度通去掠着孙悟空，以后恁就莫来记我。是。爱记得，孙悟空伊这人是真搞怪，即摆恁若是无甲掠着，愈来是愈歹掠，知影无？不准你失败。是。为师啊，向天庭请假一工假尔，我也袂去等遮丢度伤久，爱紧转来报道，有啥物代志哦，才讲电互我。恭上师。哇！白家大。来，都是这啦，这啦。都是这哦。嘿啊，老三，去甲伊叫唔讨债。是。喂，内底人啊，听好势啊！徛伫我正边这位，就是遮天大圣孙悟空。你的倒边的我这位，就是伊的师弟沙悟净。要来甲恁讨钱，若是英雄赶紧出来，若惊死唔敢出来要做高尚，赶紧甲阮二师爷放出来。啊，若无小等了阮两个，甲恁这个金银财，人掠厝掠，惊少掠无半只。对。大师啊，我咧花了水开无？水，老三呢？我介意。佮袂歹看。走，去走！师妹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外口来一个孙悟空，讲要讨债啊！孙悟空，啊，大海啊！师傅也无伫个，哎，这下我是安怎较好啦？金甲的，你嘛较定静一下。师傅已经把这葫芦船吼变这么大，这摆孙悟空一定走袂去啊！你是讲你惊啥物啦？啊对哦，这葫芦船比较大，袂惊。金大王啊，你做你改变，我来传所有兄弟赞助你。好，改变。啊？出来！好啊！你这只死破狗你啊！顶摆去互你选去，你这摆搁加来。你讲清楚，顶摆是恁老婆，毋是我老婆啊！好啦，不搞，卖你小钱啦，今日哦大家平无走的啦。拼无走，好啊！这个若像是老婆，像就是小林。好哦，你拼无走的哦。来，这嘛太夸张了吧？来，借过来，嘿，借过来哈。
暗是屏幕炸，别走啊！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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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雄！师傅，悟空，你转来啊？八戒有救到无？啊未呢？哎呀未，啊你毋是讲遐山菜拢真好对付？哎呦，师傅，搁等者，搁等者啦，我一定会将八戒救倒转来的啦。啊五精呢？伊毋是甲你做伙去，你转来，因哪无转来？师傅，老三山菜掠去啊啦。啥？五精去互山菜掠去？啊免来安尼啦？师傅啊，遐山菜吼，用迄神奇宝贝金葫芦甲阮去咯，哎，老三一个无水哦，都叫人掠去啊呢。悟空，你哪会无好好保护你的师弟？五精去用掠去，你家己说平安转来，你是安怎做人的大师兄？师傅，你哪讲这款话啊？刚讲你嘛爱我去用掠去，安尼你才会欢喜哦。悟空，话毋是安尼讲啊！啊，你做大师兄的人，本来就应该好好保护你的师弟，毋才对。先是八戒去用掠，即摆连五精就去用掠去啊！悟空，你做大师兄，本来就有责任爱甲因救才对。哎呦，好啊好啊，莫搁细细念啊啦，我知影，我会想办法将你救出来啦。放我出去啦，老君啊！今仔甲你来哦，拜托者，我徛遮足艰苦，放我出去啦吼！你免小心。哎，你别干，你唔免紧张啦，我即摆哦，带人来甲做伴啦。哦。啊，恁两个吼，慢慢啊开讲，我来早。等啦，喂，老帅，李叔啊，啊你哪里在遮啦？我去用哪几个电信挂头顶掉啊啦。啊，老三，你赶紧甲我解救者，拜托。简单啦。李叔啊，我来袂叮当啦。老大，你话叫我哪几个电信挂顶掉啊啦？啊？打不低。啊，这么时阵啦，你还搁你打不低？那呢？怎么办？你倒霉，我完蛋。听不到。哎呦，这神奇宝贝这么厉害，我若无找一个宝贝对付伊，安尼是要安怎拍赢伊啦？伤脑筋的。嘿嘿，有办法，我有办法啦。神奇宝贝皮卡皮，没办，哎呀，帅哥！哎呦，无影，大家拢嘛安尼讲。啊，你是啥物人啊？你来阮家是要创啥？哎呦，帅哥，甲你看打扮安尼，这个造型，你看嘛知我是媒人婆。媒人婆，啊，你来遮是要把做媒人的晓？哎呦，你要着一半啦。要着一半。咱借问一下吼。我互你问啦。啥物叫做要着一半哈？我今日是来遮做媒人，无唔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毋是向你做亲戚啦。啊，无你是要甲啥物人做亲戚？我是向这个好咯吼，做媒人啦。啊！金大王啊！哎，细妹啊，是个啥物代志啦？是伊只破狗过来啊哟！毋是。嗨，你两个大王，恁紧张是我。哎，啊你是谁哈？你是在哪个山顶要创啥？金大王啊，你刚才看他这个造型吼，你嘛知讲伊是媒人婆啊？啥？媒人婆啊？哎呦，这个大王，我正讲都是媒人婆。哎，媒人婆啊！啊，阮家也无人要娶某啊！啊，你做媒人做到阮家来哦？阮大王啊，伊是要来甲咱迄神奇宝贝金葫芦做媒人的啦。啥？要甲我金葫芦做媒人？是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
啥？要甲我金葫芦做媒人？是啊是啊。啊，好了，我咧代志出去。哎呦喂，迄个大王啊，你甲看嘛，我这个葫芦有水无？哎呦！啊，你甲看嘛，这个葫芦吼，安尼若是甲光做伙哦，你甲看嘛，敢若就是小鸟依人。哎，你们退下，我上个边。哎呦，你个大王啊，我是咧比互你看。哎呦，你甲看嘛，这两粒葫芦安尼有水配无啦？什么树配？阮这粒葫芦吼是仙家的宝贝呢。啊，那你这粒葫芦吼，是要来甲阮比啦？对啊。啊，你袂比你哦？是啊，袂比。葫芦哥呢？你实在真可怜，你哪遮歹命啊？媒人婆啊，你是咧哭啥？哎呦，这个大王啊，我是咧摕这个葫芦咧靠歹命。这媒人婆啊，你是讲对啊唔对啊？这葫芦啊好歹命。你两个大王啊，你都唔知这个葫芦的身世，伊是咱偌可怜，你知无？你一回是死老爸，两回是死老母，三回是厝内的回小厝，四回是哎呀，叫老汤啊送去给你哦，连心中负啦。对啦，媒人婆你咧装笑的，四回是要来去给你我眉心撞啊？就是啊，就算讲要做厨子，嘛还阁先细汉啊。对啊，就是安尼讲。伊16岁时吼，老头叫这人客，伊死都唔肯呢，费尽苦思我才走出来。拜托好，我甲找一个较好的对象。伊讲我干嘛要嫁一个打汤卖菜，嘛无好敢讲叫红婿，我要敢讲嫁，你知哦？对啦，安尼够骨气啦。想要到，我甲找一个这个好的对象。恁两个既然目睭看看无看见，也免出息无好。我得给你这个金葫芦。媒人婆啊，我好不嫌伊爱出心啦。你若不是嫌伊出心无，是因为你唔答应的。无啦，我无反对相亲啦。你无反对相亲哦？那你就好，好，那咱即摆互因拜堂相亲。好啦，来恁两个大王，好坐两边吼。100天地，200果糖，夫妻对拜，3日东坡。吴老婆啊，安尼咁对，你唔是要送你东坡，安尼为外口走出去啦？对啊，走外口无要走就对啊。相亲的是阮的金葫芦咧，应该嘛爱藏喺遮才对。对啊。歹势，你今日金葫芦互阮招。我搞，是你哦，我搞。我去将金葫芦还阮，要若无我对你无客气哦。无客气是要安怎？歹势哦，从今仔日开始，这粒金葫芦已经对我细孙啦。歹势哦，我要来去无因啦，拜拜。喂啊，大海啊啦，赶紧请师傅啦。什么啊？金葫芦叫这破甲拐去哦？哎呦，伊安怎甲恁两个拐啦？师啊，爱着变一个媒人婆啊，摕一个假葫芦，讲要来阮的真葫芦相亲啦。我真正你气死我，你气死啦哈！迄若讲变媒人婆甲恁骗去，这我都无会讲。甲恁讲什么金葫芦的相亲，安尼你若伫咧相信，恁两个哪会遐尔啊讲啦？哪会戆啊无爱去跳海啦？恁两个哦，真正是笨蛋怪车咧！对你搁等咧第一滴，搁等咧第一滴，啊若伤滴我敢对咧嘴甲你踢起来！这死破狗哈！你实在是够敢巧，敢来骗我的徒弟。好啊，要拼哦，大家来拼这看卖咧。看是恁这少年的头壳较精光，还是我这个老算盘头壳较厉害？看这个色面啊，无我亲身出马，甲伊拼一个关节，你看袂用就来看哦。师出马，姓李。还用你们说？参见师。金大王啊，伊就是恁师傅哦。是啊，迄就是阮师傅啊。哦，
原来你就是迄个神秘的老大王哦！哎呦，哪会遮操劳啦？你莫后白讲啦，闪闪。恁大家拢总甲我调好，对即马开始，金文节由我亲身来指挥，恁遮所有的人，大家拢总要听我的命令进行。是。也还有，咱今仔日的目标，所要对付的敌人，就是孙悟空。金甲文甲，第六在。将猪八戒甲押出来。是。阿叔，是。囡仔敢掠我一个啦，唔就含阮师弟吼做伙掠出来，唔才会公平。甲翻覆落去，将这只猪哥掠去杀。我阴暗准备要举行一BBQ烤肉晚会，来慰劳大家。是。妈呀！打不定。恁两起会过来。师傅哦，教恁咱来对付这破狗，钱仔我来。知影无？妙计，事在英明。还用你说？迄兄愈严愈好吼，做事愈困愈好，知影无？是。哟呼，小妹啊，你水好未？滚未？报告大王，小水惊滚啊！安尼好，甲这只猪哥啊，掠去烫猪毛。是啊，惊，慢呢啦！金大哦，饶命啦吼！实在吼，真歹势啦，唔是讲吼，阮不爱料理啦，这是阮师的意思。阮若无照伊反应吼，是袂用的啦。小等下啦，金大王拜托者啦，你甲恁师傅讲者吼，求一下情，放我煞啦吼。不过，阮师傅即摆是长风火头呢，绝对无可能放你煞。除非吼，除非啥？除非吼，恁大师兄将金火炉摕来还阮啦。对啦，迄阮师傅会遮生气吼，就是因为迄只破狗，甲阮迄只金火炉拐去。阮师傅唔可能要抬你出去。啊，你若法度叫迄只破狗吼，甲金火炉还原吼，阮师傅吼不但会了解你，而且哦，佮大胜利哦。对不起，恁甲我放过哦，我去找阮大师兄讨金火炉转来还恁啦，吼，好无？啊，你讲安尼是真也假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只要恁放我走吼，我就摕金火炉转来还恁啦。金甲的，恁师兄弟哦，足够骗人，你唔能够骗去呢？对咩？袂啦，我讲的拢真的呢，我袂甲你骗啊！好，安尼你就抓，我就抓哦。好啦。天在悬，地在低。啊！我猪八戒吼跪伫迄涂骹底吼，我就抓，我一定摕金火炉转来还互金大王啊，甲金大王，啊若无吼，啊我就去动火车，啊叫火车弄。什么动火车叫火车弄？安尼就无，换一个。无要怎就？我甲你讲，你著就讲吼，你若无甲金火炉摕转来还阮吼，阮就甲你掠来剁做肉酱灌烟枪。啊！这好，我是袂嫌啦，啊无算来。好啦，我就啦。天在悬，地在低，啊我猪八戒吼，我搁跪伫涂骹底，我就抓吼，我一定摕金火炉转来，还互金大王甲金大王，啊若无吼，我就互伊滴不答，掠来吼，都霸就灌烟枪啦吼。
像慢慢放开阮心爱，是无情的命运来拆散咱两人，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拆好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赶落海。我不知等待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仔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真心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落一阵西北雨，害我袂闪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歇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无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放你用来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来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天在悬，地在低。我第八届吼，我搁跪伫涂骹底。我就怎吼，我一定摕金葫芦转来，献互金大王甲银大王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就互因滴不答掠来吼，都霸上灌烟墙啦吼。嫌你搁著听着，你若无照手抓行哦，要阮掠到等来灌烟墙哦。好，会啦，我一定会摕金葫芦转来献恁啦吼。滴不答。红袍起，老坤啊，你行这步吼无理咧。你咧假咬，我谁来行这步会无理？咱哪有理啦？啊，你红袍行呢，小等下红袍哦，会许乌马甲你食去呢。伊乌马来食我红袍，我要用伊红去食伊乌马。哈，我看你是老人痴呆症啊啦！红鸡咧食乌马，啊哪咧去乌出来哦？拄啊试过，必须红棍啊！正囝，你对行二个两步笑。你唔敢赢啦！老哥啦，若讲相拍吼，我
是定定做输点啊，吼，啊若行去哦，我定来做赢点呢。真是的，嘿啊，跟我拖一半，行。等啦，啊，阮也袂叮当，是免哪甲你行啦。歹势歹势，是的。哦，等我即摆甲你发开啊，你唔着紧陪我行一半来。等，啊，你惊这电动敢遥控的哦？这我袂晓咧。哟，我煞袂记，这唔较简单。爽！哇，真久无行去啊，我手连用起来，紧来陪我行一半。来，我算今仔哦，总是哦，我找到一个对手，我大通去教我行去啊。输啊！什么代志啦？大师啊，我拢照你的交代哦，伫北放走啊啦。吼，伫北界有酒纸无？有啊，这一切哦拢照师你的交代咧。好啦，安尼你就慢慢等啦。顶后伫北界啊，第一金毛路转来才去讲啦。滚啦！师啊，伫北界啦吼，坐坑不了转来，唔肯将金河路摕倒去云南，你这样就了这样呢？袂啦，伫北界迄人真巧啦，嘛足惊死的啦。伊甲酒纸以上伊会想工想忙迄第一金毛路转来啦。来呀，莫过啦，你是叫阮二叔兄酒什么纸啦？我坦白甲你讲啊，阮大叔兄这个人哦，无遐好参详，莫甲阮二叔兄为难啦。好，嘿啦。你唔是让阮师傅用定心法定调的，你连在陪伊行去啊哈？恁两个对我讲话哦，较客气的。我即摆是咧代替恁两个，拖车咧陪恁师傅行去呢。恁两个甲我对哦，无恁两个目睭是哦，喇叭高点哈，较客气的。落过来，我咧讲对唔对？对。嘿，恁两个哦，真正足无礼貌呢。你无看我顶下行去哦，等下先啰嗦啥？出去啦！出去啊！滚！我唔要错嘢啊！走过来，嘿，走过来，哈，走过来，嘿，走过来，哈。咦，奇怪啊，我哪安那念拢唔对哈？安尼过来试下。嘿，走过来，嘿，走过来，哈，走过来，嘿。悟空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无啦，师傅啊，我咧研究咒语啦。咒语？悟空，你是咧研究什么咒语啊？我是咧研究这个葫芦的咒语啊。师傅，这葫芦足厉害哦，若咒语念对吼，伊就会将人吸入去。悟空，你唔想办法救北界甲五情转来，还有心情踮遮咧算这个葫芦？师傅，我无咧算哦，我是咧研究这。你还佫讲你无咧算？敢讲你踮遮咧算这个葫芦，你的尸体就好平安转来是？这是。师啊！北界。师傅啊，我一世人哦，永远都无机会头甲你见面的。对啦，北界，你哪有法度转来？五情呢？伊哪无甲你做伙转来？师傅啊，拢嘛大师兄害的。啥？我害？好啊，你这只死肥猪啊！我拼死拼活咧甲你救，你咧后白讲啥？你想加我甲你死落。北界。恁大师兄讲的拢是事实，你哪会用个怪伊咧？师傅啊，无怪伊，无要怪啥，若唔是伊吼，我甲老三都袂遮衰啦。嘿，你安尼讲敢对？嘿，我是为着救你，才去摕这个葫芦呢。哦，师傅，你有听到哦？师兄哦，是你讲这金葫芦是共偷摕哦。悟空，出家人上忌讳的就是杀生、偷、甲盗，你哪会用个偷摕人的物件咧？师傅，我无去人偷摕啦，我是用拐甲因拐来的啦。乱来，偷甲拐毋是共款事。师傅啊，老三吼，搁伫因的手头呢。因讲哦，若是大师兄无甲金葫芦摕去行运哦，因就甲迄个老三剁做肉酱，灌因墙哦。真是的啊！悟空，你赶紧将这个葫芦摕转去行人。师傅，这哪会呢啦？吼，我真无简单，才甲这个葫芦拐转来呢。悟空，敢讲你无要顾五情的性命是？师傅，这我哇，你看啦，那大师兄愈来愈是款哦，你赶紧念咒语哦，甲伊教死，看哦，伊会乖乖交出来袂？啊好啊，你这死肥猪，嘿，我为着救你安尼变啊大粒官、细粒官，
你竟然敢煽动师甲我假死吼！我气！啥啥都气我咧？悟空，你有要将葫芦献人无？若无，为师就要念咒语咯。师傅袂用的啦，咱若是将这金葫芦献哦，咱就拍袂赢遐刷叉啦。哎呀，师傅啊，别可怜我，师傅啊！师啊，你慢慢甲伊修理哦，我摕金葫芦去行人啊。八戒，死不了，怕死！师啊，悟空，师傅，你为什么大家拢要相信这死不了的话，拢要相信我的话啊？你毋是相信甲毋相信的问题，毋是咱的物件，你就无应该去贪念啊！我去人呀，师傅，我莫再讲啊啦！行，山这伫咧倒，为师甲恁走伙去，你将物件献人，顺续去共回失咧。啥？你讲要去甲迄山上回失的哦？啊，你拐人的物件，当然嘛爱共回失咧。哼，我才歹去咧。悟空，师傅啊，免啊啦，大师兄哦，袂甲咱回失的啦，咱家己去就好啊啦吼。师傅啊，行啦，行啦，师，哎呀，死袂滴，甲来这套。我偷偷对因去看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？顺便看卖啊，注意是要安怎了。爱情注定着奔波，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过路。恁讲的啊，你甲看吼，迄只猪八戒哦，敢有可能甲金葫芦摕来行人？我看吼是无什么希望啊。就算第八戒要摕来哦，迄只破狗哦嘛无可能互伊啊。唉，那安尼吼，咱这世人都无可能去等去师傅的身躯边啊咧。无定着师傅会看咱一世人哦，踮遮咧做山产咯。金大王，金大王，师妹，什么代志啦？迄个猪八戒吼，甲迄金葫芦摕倒转来呢？真实嘞？当然嘛，真实嘞。伊唔领甲金葫芦摕倒转来，含伊师傅动三通，嘛斗阵出来呢。哦。我去！哎，大王啊，小大王去啊！等不地，师傅啊，大王出来咧！大王啊！大王啊，迄金葫芦哦，我摕转来献灵啊！啊，你袂用甲我掠来灌香肠哦。你放心啦，迄吼只要你献完了，我就袂甲你安怎啦。阿弥陀佛，并将代替我的徒弟悟空向恁两位赔罪。好，你就是东山庄户。阿弥陀佛。金家，伊这猪八戒吼，小够戆的啦。咱是叫伊摕金葫芦来，互咱，伊说甲东山拢带啦，互咱后面开来去呀。哈，我跟你讲吼，这叫做马尾星纸上电视啦，意外中奖。大王啊，啊你敢毋是讲吼，迄金葫芦摕转来行李，啊你就甲阮师弟迄沙悟净放出来。你莫笑想啊啦，迄李亚都掠袂来，那有遐简单就甲放伊出去啊？对啊，来，咱输了，竟然借过来，借过来，借过来，英雄！滚！来，无算来，顶行啦。我啦，我来听去啊！你一摆机会我。你讲哦，起手我会在政府哦。认输，输啊！莫搁输来去啊啦！敢无输啊？你叫输嘛，叫我输去。输啊！阮俩东山庄啊呢。啊，掠着啦，有啥物了不起啦？无，恁拄则讲啥？输啊！我掠东山庄啊啦。真是嘞啊！来，紧，倒出来我看卖。好。哇！输啊！真输啊！啊，你来，红掠来啦！我是陪八戒来这回失的，想袂到因将我嘛掠起来。哇！这，一输呀！啊，你著明知伊要掠师傅，你来带师傅来这分掠啦。我，对不起，迄个师傅家己要缀我来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佫你对不起？啊，师傅要缀你来，你袂晓叫师傅莫来哟啦。你做徒弟是安怎做的啦？嘿，老三啊，你安尼讲，好啊啦，无情，
你着莫搁怪你的二师兄，这拢是为师的劫数。你唔知讲煞袂吼？真实的，你是东山庄本人？阿弥陀佛，兵正正是东山庄，施主是。但看我这个架势，嘛知影讲我是什么东东？太上老君啦！答对了。阿弥陀佛，兵正拜见仙君。免啦免啦，恁徒弟是还未教我算清楚咧，你免担遐嚟教我伫看清有迹啊！老君，兵正的徒弟是欠你什么偿？哼，也算唔知伫500年前，伊伫大闹天宫的时阵啊，伫道士宫偷食我999粒的仙丹。我坦白甲你讲，若是这粒金毛罗，就是当初时啊，我伫第仙丹的宝贝。啊，若讲金仔角甲银仔角，因两个当初时就是咧固守丹炉的金文童子，因两个失职，所以啊，我才甲拍入凡间受刑。阿弥陀佛，老君，兵正愿意代替我的徒弟向你赔罪。免，你代替赔罪有啥物路用？你甲我都将迄仙丹吐出来，互我食。我甲你讲，你也想尽办法，叫你的徒弟自困自拔来我面头将我烦恼，也若无，哼，你免小心要西洋出境。哎，老君啊，你安尼讲要来对啦。阮大师兄500年前偷食你的仙丹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阮师傅都还未出世的，哪会使阮这条桥要来找阮师傅算啊？废话，谁叫要做一只破教的师傅？徒弟做唔到代志，哼，师傅是用爱认度的。老君，兵正愿意代替悟空接受你任何处罚，请你原谅伊啊。我处罚你哪有啥物路用啦？我爱是要恁徒弟孙悟空。老君啊，那你呢哦，真正实在有够矛盾的啦。我甲你讲啊，你甲阮大师兄直接的这个恩怨伫的啊，应该你也直接去找伊才对啊，哪会使甲阮师傅掠来，安尼要闹你啦？讲的废话，我就是拍袂赢恁师兄，我唔才会掠恁师傅来，通我做认真。哦，安尼我知，你就是要绑票啰嗦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点去！老君，你到底是想要对悟空安怎？要对伊安怎？哼！我要甲掠倒转来道士宫，用乾坤炉甲连起来，从伊腹肚内甲我食遐仙丹，一粒一粒拢甲我吐出来。啊，这，老君啊，你安尼就无理啊！你也想看觅，500年前，阮大师兄偷食你的仙丹，即摆嘛已经经过500年啊，早就消化放掉啊，免有可能我一粒一粒吐出来给你啦。啊，你是捌啥？我都甲连互伊安尼臭火打，互伊魂飞魄散，自然哦，遐仙丹就当去复原倒转来。啊，东山庄，人讲弯柳条找油子，只要你若引进你的徒弟孙悟空来面头上我烦恼，我不但袂为难你，我阁会叫金文童子一路护送你去西方取经。师傅啊，安尼上好啦。迄大师兄甲太上老君哦，有鸟车关，咱莫插啦，叫大师兄家己解决就好啊。八戒，到这个临急的时阵，你敢佮讲这种话？阿弥陀佛，老君，悟空是兵正的徒弟，兵正就算讲碎尸万段，嘛无可能出卖我家己的徒弟，所以请你唔免佮白费心机了。老君啊，哈，你安尼站节开真歹，真无够意思。我甲阮师傅共款，无可能出卖阮大师兄。照会。我甲你讲哦，按即摆开始，我无爱甲你行去啊，要你吓，要你吓啊屁股出。哦，啊，连你也伫咧抗议哦？嘿，东山庄啊，啊，恁假是讲安尼，我都无恁的办法是吗？啊好啊，今仔甲阮仔甲，师傅，你家放风声出去，叫孙悟空喊你三工来自困自拔来见我，也若无，我就抬孙拄上。你开人哦，师傅啊，安尼好啦。我叫你安尼做就安尼做，你先啰嗦啥？吼，恁两个哦，那真正是饭桶挂车咧。答对啦！这摆阮大王吼掠到真正东山庄，老大王一定会中欢喜，现金一定袂少。我是啊，我是啊。两位大王，
啊，这嘛是什么情形啊？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对啦，师妹，阮师傅交代新的任务咯，我派你去做。阮大王啊，你嘛爱说笑呢。啊，自从阮来这食恁的头路，到今嘛吼，阮逐工拢嘛是英英没代志。啊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英英无代志，情雨水水，等领薪水，你哪有啥物任务通做啦？哎，有啊，今摆要派你去哦，去做广告啦。啥广告？啊是啥物广告？是要卖迄个面汤药啊，是要卖迄个拍滚卖膏药？哎呀，拢唔是啊，迄是要吼叫恁所有人分做一组一组落山去做宣传。诶，金大王啊，啊是要宣传啥物？啊，都好。啊，都好，要宣传讲3天后啊，孙悟空若无自困自拔来阮金银街导航啊，阮就要替东山庄堵小。这步无效啦。啊，你哪知无效？诶，两位大王啊，迄孙悟空真巧呢，伊才无参像迄颗猪八戒吼，腿阁无打。恁用这步要骗伊哦，伊袂中计啦。想讲我咧骗你啊？阮师傅是讲会到做会到的呢。孙悟空若无来导航啊，阮师傅真正替东山庄哦。啊，真是别害人哦。对啊。喂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非得到时要抬来的时阵，也袂叫你去啊！诶，金大王啊，话毋是安尼讲呢。阮虽然无亲手去杀人，也毋过阮拢是金银街一个山产呢。迄金银街若发生命案哦，在法律上哦，阮拢走袂去呢。是无情的